来自我们惠安的情商王子庄吉平哦，顶个做这人感觉讲，伊唱这个情商的歌曲，特别能够疗伤。咱今天个终于把他邀请来，我们的庄小平同志呢，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歌曲？一碗起情商很重的歌，叫做《恋恋不舍》，邀请各位给我们民众，谢谢。我们这个都是现场的啦，现场唱的好不好，马上一开口就见真章，真章无？真紧张。你感觉唱歌较自然，还是迄个袂使讲模仿啥较自然啊？是，这个歌要唱好，你觉得有什么诀窍吗？也是跟美翠老师这段时间来才觉得说，哦，原来唱闽南歌有这么多的学问在里面，每刚刚的技巧，对吧？太多的这种技巧在里面，嘴型有字啦，台风啦，所以这个还是我道行还是太
太浅，要慢慢要去琢磨这个问题要怎么去琢磨。是，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谢谢老师。感谢我们的钟小平同志。